大家好，又嚟到升學1分鐘嘅環節，我係5B 班嘅生涯規劃大使鐘子源。我係 Five 班嘅生涯規劃大使劉振興。我係快視班嘅生涯規劃大使柱斌，我哋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特別嘅升學途徑，係學生運動員學習支援及入學計劃。呢個計劃係俾喺體育方面佢有非凡成就嘅同學，可以獲得大學直接錄取資格，或者優化現有嘅入學渠道。無論你係劍擊、籃球、游泳等其他運動項目嘅運動員，只要有一定嘅成績，或者代表個學校、地區，甚至係代表個香港參賽嘅經驗，都有申請資格。不過大家要記住，運動同學業係可以並行㗎。好多同學可能會擔心專注訓練會影響成績，但其實唔少嘅院校都非常支持運動員，提供彈性課程安排、學業輔導，甚至獎學金添。只要你有熱情、有紀律，即能喺運動場上發揮實力，而能喺課堂上保持進步，透過運動員入學計劃，你唔單止可以延續自己嘅運動夢想，仲可以獲得高等教育嘅機會，為你嘅未來打好基礎。所以，如果你係某項運動有專長，不妨主動了解下各大專院校嘅申請要求，例如成績標準、推薦信、比賽紀錄等，為收入規劃及早做準備。最後，我哋想鼓勵大家唔好放棄學業，亦都唔可以低估自己嘅運動能力。只要你肯努力，運動亦都可以成為你升學嘅橋樑，幫助你走得更遠，學得更高。多謝多謝大大家。家。